欧洲联盟正在讨论欧洲国家的驻中国大使访问东突厥斯坦的问题。相关的外交官表示，这次拟议中的欧盟大使新疆之行不太可能发生，除非有一条件获得满足。据报道，中国一开始在今年3月提出邀请，但欧盟当时回绝了邀请，理由是欧盟大使东突厥斯坦之行需要精心准备。世界银行周一宣布，出于预防，决定终结在东突厥斯坦的一项职业培训计划。世界银行周一在发表的文告中指出，考虑到给这些非常分散的学校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及监督这些款项使用的困难程度，世界银行援助计划缩小了使用范围，特别是关闭了涉及一些学校的部分计划。有关5所学校的财政援助计划继续进行，但世界银行强调，这一计划将在工作人员监督下执行。中国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更严厉镇压该地区转变为暴力行径的抗议示威活动。据南华早报报道，中国驻香港联络处发表声明，呼吁香港政府和警察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恢复秩序。声明中强调，该城市陷入了恐怖的深渊，并要求结束这场骚乱，以及更加严厉镇压骚乱以维持秩序。声明要求香港高管动员一切手段制止动乱，逮捕和惩处犯下暴力罪行的罪犯。另一方面，中国主席习近平对香港当局的镇压手段表示支持。中国有2人感染黑死病入院治疗，中世纪黑死病几乎消灭了欧洲1/3的人口。地方政府说，这2人正在北京市中心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目前还不清楚他们是如何接触上这种疾病的。据世界卫生组织称，这种具有高传染性的疾病如果不加以治疗，是鼠疫中最致命的一种。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说，中国当局正在努力控制这种疾病，但是那些去中国的人应该小心。国际刑事法院授权检察官在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内，对被指称的有关孟加拉国缅甸局势的罪行进行调查。分庭认为，当部分犯罪行为发生在罗马规约缔约国的领土上时，国际刑事法院可以对这些犯罪行为进行管辖。虽然缅甸不是罗马规约缔约国，但孟加拉国批准了罗马规约。朝鲜周四表示，已经回绝了美国关于重启磋商的提议，称美国的提议只是为了在年底期限前麻痹我们。朝鲜对此不感兴趣。朝鲜要求美国在年底前展现出更多谈判灵活性。朝鲜对美磋商代表外务省巡回大使金明基在朝鲜中央通讯社发布声明称，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比根通过第三国发来信号，希望朝美双方将再相会重启磋商。